20年暗無天日嘅牢獄生活，重生之後高智商對決，睇佢點樣絕境反殺，闖出深淵。敬請收聽《深淵之海》第14集。人之所以會犯罪，除咗心理變態之外，無非就係愛恨同埋利益。其中以愛為名就係最危險嘅，佢係披住一件華麗嘅外衣，最難以預測；而恨同埋利益就往往有跡可尋。人之所以會熱衷於犯罪，除咗心理變態之外，就係犯罪嘅代價唔夠高，又或者犯罪嘅利益足夠高。貪污屬於前者，而販毒就屬於後者。如果想賺快錢、賺大錢，可以睇睇刑法，因為賺快錢、賺大錢嘅套路，大部分喺裏邊都有記錄。喺另一世，安小海睇到呢句說話嘅時候，以為係一個笑話，但係而家就係咁真真實實。A 區關押嘅犯人基本上都係咁樣入嚟嘅。當然啦，有極少部分並唔係因為錢入嚟，但係仍然逃脫唔到愛恨情仇。有人話囂張嘅都係嗰啲古惑仔，真正嘅大哥往往都係顯得好和善。呢句說話喺 A 區嘅232體現得淋漓盡致。胡建明嘅樣笑眯眯，甚至乎仲主動為安小海鋪好咗床，話呢個房間呢人少，有啲冷清。而家安小海嚟咗就顯得熱鬧好多，搞到安小海有啲賓至如歸嘅感覺。如果唔係早有了解，好難想象胡建明係一個窮兇極惡嘅毒販。楊波同樣亦都係笑眯眯，說話唔多，但係俾佢望住嘅時候，安小海覺得全身都好難受。環境上睇比原嚟好咗唔少，但係因為房間太細，就顯得比較壓抑。生活似乎一下子就變得平靜起身。起身洗漱、點名、操練、早餐、上工、午餐、上工、晚餐、睇新聞聯播，2個鐘頭允許範圍之內嘅自由活動、瞓覺，3日一次嘅政治學習以及思想匯報，就係咁樣周而復始。對於咁樣嘅生活，安小海早就已經習慣。畢竟喺另一世，呢種生活佢足足忍受咗20年。就算冇呢20年打底，安小海亦都唔會感覺到特別難受。畢竟佢讀嘅大學係國防科大，嗰度係一座軍事化管理嘅院校，好多要求甚至乎比監獄更加嚴格。只不過大學通向嘅係光明嘅彼岸，而監獄呢，通向嘅就更加憂心嘅深淵。極度規律嘅生活喺好大程度上面改變咗一個人嘅精神狀態，一係令到人自律而向上，一係呢令人絕望而崩潰。安小海暫時好享受呢種生活，因為佢確實需要一段時間靜低心嚟回憶以及謀劃。超憶症患者如果同時擁有強大嘅意志力，係能夠主動屏蔽一啲冇用嘅記憶嘅。喺另外一世，安小海嘅意志喺好早嘅時候就已經完全崩潰，因此啊，佢屏蔽咗一切，只沉浸喺無窮無盡嘅痛苦回憶當中。而呢一次啱好相反，安小海需要屏蔽咗所有嘅痛苦，開啟之前俾佢屏蔽咗嘅記憶寶庫，搞清楚呢度到底究竟發生咗咩事，剩低嘅就係細緻嘅謀劃啦。謀劃點樣平安順利度過喺監獄當中嘅3年半，謀劃行出監獄之後應該點樣去生存，以及點樣將嗰隻幕後操縱一切嘅黑手揾出嚟，而且將佢連根斬除。胡建明同埋楊波睇起身好平靜，但係安小海好清楚感覺到佢哋早已經喺崩潰同埋絕望嘅邊緣。呢2個人就好似2個定時炸彈一樣，一旦爆發就可能連安小海一齊都俾燒成灰燼。所以只要有可能，安小海就會盡量選擇踎喺閱覽室裏邊，能夠減少一啲同呢2個人嘅接觸時間。監獄裏邊鼓勵學習，閱覽室嘅書籍亦都非常充分，唔單止有各種號稱可以洗滌心靈嘅中外名著，仲有各種各樣實用嘅工具書。嗱，比如講電工啦、木工啦、車工啦等等呢啲技術類書籍。安小海幾乎唔去掂嗰啲中外名著，大部分時間都喺度睇嗰啲技術類嘅書籍。安小海嘅學習方式十分之簡單粗暴，佢攞到一本書之後呢，先簡單睇一次，
將所有內容記喺腦裏邊，然後隨時隨地都可以去學習理解啦。如果學攰咗，安小海就會選擇放鬆一下，而最好嘅放鬆方式就係回憶案發嗰日嘅情景。嗰個時候，安小海會處於一種極度亢奮嘅狀態，佢一心只係想要點樣將對方打低，基本上已經喪失咗思考嘅能力，對於周圍嘅情況感知亦都弱化咗好多，記憶重組起身好困難。安小海手上面嗰把尖刀係嚟自於附近嘅魚檔，安小海可以確定係有人將佢塞喺自己手裏邊嘅，呢一點實際上非常關鍵。佢可以將安小海嘅調查引向咗兩個唔同嘅方向。喺另外一世，如果背後嗰個黑手係因為周鐵嘅死而令到佢家破人亡、痛苦一生，咁周鐵就係最關鍵嘅因素。但係如果係有人將把刀塞俾自己嘅話，咁整件事就變得複雜好多。呢個遞刀嘅人究竟係出於咩目的幫佢定係害佢呢？定係因為佢同樣痛恨周鐵，希望周鐵喺安小海嘅反擊當中受創呢？又或者係呢個人嘅目標仍然係安小海自己？佢本嚟就係要害安小海嘅，只不過就俾佢揸住咗呢個絕佳嘅機會。最後一種情況就最可怕，咁就講明早就有人想設計對付佢，甚至乎周鐵出現喺魚市調戲林船兒，都只不過係計劃當中嘅一環。有咁樣個可能咩？唔排除，而且安小海認為可能性仲非常大。如果唔係，嗰個幕後黑手亦都冇可能同佢糾纏咗30年，直至到害到佢家破人亡，甚至乎將幫佢嘅兩個最好嘅朋友都牽扯埋入嚟。安小海點諗都諗唔通，動機係咩呢？對方咁樣做嘅動機到底係咩呢？佢點解要幾十年如一日咁樣嚟對付我，仲有我家人朋友？呢個有幾大仇口先得啊？安小海出生喺阿婆角村一個普通嘅漁民家庭，父親喺安小海好細嘅時候就拋低佢哋母子消失咗，係佢阿媽將安小海一手一腳帶大嘅。安小海嘅外公外婆亦都係漁村當中土生土長嘅村民，外公識得修理一啲船隻嘅技術，喺40幾歲嘅時候去咗家大型嘅船舶公司嗰度上班，只係一個小小嘅技術人員。而佢外婆呢，就係一個普普通通嘅家庭主婦，爺爺嫲嫲亦都好普通，只係深海市一個小企業嘅工人。呢個企業連國企都算唔上，充其量只係一個集體單位。屋企嘅長輩都非常老實，平時與人為善，冇聽講佢哋得罪過咩人。咁樣一個家庭，有乜嘢理由會令人花費咁大嘅氣力，令到佢支離破碎呢？安小海諗唔通，因為佢更加傾向於因為周鐵嘅原因。如果係咁嘅話，情況就簡單好多，只要順住周鐵一家查落去，大概率就能夠查出嗰個黑手。但係如果係最嚴重嘅嗰種情況，咁唯一嘅線索就係遞刀俾佢嘅嗰個人啦。周鐵一家而家冇辦法調查，安小海而家能夠做嘅就係盡量諗辦法回憶起究竟邊個將把刀遞俾自己。遞刀嘅人做得好隱蔽。安小海記得當時佢俾周鐵打低地下，掙扎住爬起身之後，手裏邊就多咗把刀，而且喺爬起身嘅過程當中，嗰個遞刀俾佢嘅人似乎仲扶咗佢一下。呢個人一直匿喺安小海嘅身後邊，亦都難怪安小海對佢一啲印象都冇。當然啦，呢個難唔到安小海。既然當時冇見到呢個人，咁仲有一個好蠢嘅辦法，就係排查法。只要將現場冇可能遞刀俾佢嘅人冚唪唥排除，咁嗰個遞刀嘅人就喺其中。安小海呢段時間一直都喺度做呢件事，佢將現場冇可能為自己遞刀嘅人一一排除。呢件事真係極其困難。安小海當時急住去幫林船兒，並冇刻意去記憶現場嘅所有人，所以佢嘅印象就好模糊。再加上表面上雖然只係過咗1個幾月啊，但係對於安小海嚟講，呢個係發生咗整整30幾年嘅事。所以咁多日都過咗之後，進展仍然好困難。不過成果亦都有，至少嫌疑人嘅範圍縮細喺10個人嘅身上。就算係到此為止啊，亦都會令到後續嘅調查降低咗好多難度。
至於吳觀海，安小海就冇再去理佢。呢個人睇起身就好關鍵，但係實際上呢，意義唔大。就算吳觀海講出背後買通佢嘅人，而呢個人多數都係類似於一個中間商嘅角色。呢一點從吳觀海嘅表現就能夠睇得出嚟。呢個人如果咁容易就俾安小海查出嚟，咁水分太大啦，唔至於將安小海一家人搞到咁慘。至於吳觀海呢啲人知道安小海全家快要玩完，好有可能就只係一種誇張嘅說辭。要講服一個人去做壞事，肯定要俾佢食多幾粒定心丸先得。講安小海全家廢冚家產，實際上話俾吳觀海嘅信息點就係：你就算將佢做低，後續亦都唔會有咩麻煩，因為佢屋企裏邊就要冚家產，冇辦法過嚟揾你麻煩噶啦。有幾十年牢獄生涯嘅安小海，又點會唔知道其中嘅呢啲龍撩呢？監獄係一個相對封閉嘅環境，想要買通監獄裏邊嘅人對付自己，咁呢個人喺監獄當中嘅能量一定非常大。好似咁樣嘅人，一般唔會犯低級錯誤。安小海有時亦都會諗，自己會唔會高估咗對手？但係高估對手總比低估好，所以仲係將對方睇得盡量高明一啲。講唔定就算係咁啊，喺對方眼裏邊，自己仍然相當之幼稚。綜合所有嘅因素，順住吳觀海查落去嘅意義就唔大，仲好有可能會俾對方引入歧途。不過有機會嘅話，仲係可以了解一下。吳觀海而家已經被嚇破膽，佢忍受唔到咁長時間嘅煎熬，遲早會過嚟揾安小海講出知道嘅一切。安小海只係需要等就得啦。又過咗10幾日，安小海並冇等嚟吳觀海嘅消息，但係就等嚟咗對232監房嘅一次嚴格嘅審查。232監舍當中3個人都被帶到咗監獄嘅審訊室單獨問話。行喺路上嘅時候，安小海知道啊，呢個好有可能係黃鐵軍過嚟揾佢。本集播講完畢，歡迎大家到微博 KK 金剛故事留言反饋，我哋下集再講。